到上天到圣神降临节，就是耶稣过活了迄个奇妙的50天。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50天内边耶稣所行奇妙的事，做一个分享，互咱明白啥整个人类历史伫这50天中间大改变。咱要分享进前，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赐福阮，互阮伫你的内面领受到这个奇妙主耶稣过活带来的大权能。但基督徒，无论是圣经读偌济，阮所确认的是耶稣过活所带来的改变，也通印证着对旧约到新约，阮所看圣经上帝话对阮的启示。愿阮因为安尼更较清楚、更较明白、更较坚固阮的心。伫你面前，阮恳求圣神甲阮同在，陪伴，互阮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50天，咱会当用真多的角度去了解。咱知影五旬节就是这50天的另外一个意思。咱今日咱读的两大经卷吼，事实就是等于是一个概论啦吼，概论。因为牧师有一个感动讲，咱这个过活节了耶稣做的代志足详细啊，但是咱拿一个较简单、较特殊的称呼来甲伊表示，安尼咱会感觉讲，安尼简单搁详细就对吼，简单搁详细。所以你若讲这50天耶稣要讲的，即个所做的代志吼，事实咱拢会使伫这50天内底查考这几段圣经，无济哦，就是马太尾仔章28章，马可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24章，今仔日咱读的这章，去约翰福音有2章20甲21，足好找，你著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甲并上后壁来看就知啊吼。若搁加上圣神降临，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甲第2章。这个经节，互咱有甚款的学习呢？互咱会当真甲迄个焦点注目伫耶稣过活上天、圣神降临这段时间，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作为，咱能透过这个经节来得到学习。奇妙恩典50天。路加福音这段是牧师带一个背景吼，咱若会当详细看路加福音的24章全章，咱就更较清楚啊。事实对这个起头开始，讲耶稣对门徒来显现，36节其实就是耶稣伫这个路加福音足完整的记录。就是伫以马忤斯以马忤斯，耶稣对两个门徒显现，两个门徒行路安尼无精无神，安尼真安尼亚懒，也是讲真惊吓，要行以马忤斯，耶稣陪伴因行。到36节就是耶稣已经甲这两个门徒见面了显现了甲因做伙食饭了因两个门徒讲原来甲咱做伙行路的是咱的主哦，因拢袂认得就对啦。36节就是两个门徒，过来见这的学生啦，耶稣的学生这段是咧讲这。伊讲两个门徒在讲这的代志的时候，耶稣佫现身就是伫以马忤斯的迄个路程单独对两个门徒显现。即嘛门徒受感动，倒转来。伫耶路撒冷，甲遮个学生亲身佫表达遮个代志的时阵，耶稣佫显现一摆，甲因讲愿你平安。但是讲罔讲，听罔听迄惊吓要伫咧啦。讲遮个门徒呢，惊也错，佫惊佫错，想讲是看到什物？看到鬼。安尼显示讲，迄个时阵门徒根本都佫无心理准备。有听见讲梦的石头开嘛有听过玛利亚听见伊遮门徒讲的事，但是因无家己亲身看到，
一直还佫囥伫怀疑中间。所以耶稣就甲因讲：恁是安怎不安啊？心内哪会犹豫？看我的手，我的骹，确实是我。恁望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望看嘛咧，我拢有。表示耶稣佫甲一个伫世间的肉体的身躯，佫我的身躯，亲自学生来验。咱就想讲，事实耶稣若告我伊所做的代志太多啊，是哪都爱佫互这学生去望去验呢？这就是耶稣一个医治的开始，耶稣一个改变、一个坚固的开始。所以要学生对惊吓、对犹豫、对恐慌，倒转来讲，我3年久所对的老师，确实照伊所讲已经告我。这段咱拄则无读，我佫家己插伫内底，互咱知影专庭啦吼。耶稣甲这学生佫煞接什么？讲了就将伊的骹甲手互因看，哇！因即阵欢喜，甲毋敢相信，欢喜甲毋敢相信，因为感觉奇怪的是耶稣讲安尼望了无够，来做伙食饭就知影啦，嘿，耶稣足奇妙的若要甲学生亲近食饭就对啊，做伙啉食就对啊，因为这是人类上基本的需要，所以用这个来甲这学生交陪。讲恁遮有啥物通好食无？因咱怎？因就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食，伊就伫因的面前接去食。因这门徒真侪拢是掠鱼的啦吼，奇怪无用其他面包啥货，生鱼互耶稣食安尼。讲后来耶稣就甲因讲，摩西律法甲先知的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已经着应验。这话我要甲恁做伙时，已经甲恁讲啊。耶稣佫甲因复习啦上课了袂记啊，考0分啦，佫定考，佫定复习安尼佫定复习。讲到复习实在是人真容易健忘呢，嘛容易疏忽迄个重要的。咱嘛知影讲咱台湾过去一段迄个历史，有经过真侪苦难。真侪艰难这个日捌打过，咱嘛真侪人知影讲，少年人拢毋知影迄件代志啊。讲最近台湾有一个活动叫做补课，补课讲早前咱的先辈因安怎受苦，耶稣伫遮甲因补课呢，讲我拢已经甲恁讲啊，但是重要伫个45节，讲耶稣就开因的心窍。开因的心窍，明白圣经，即句话真有意思啦吼。咱有时讲读拢无咧，读拢毋知，读拢无感觉啊吼。兄弟姊妹，咱是毋得读圣经一年读一摆，你读过去佫无去啊？你爱甲主讲主啊，开我的心窍，互我的心窍明白即个话对我讲甚物互伊明白圣经啦。了后咱佫接拄则咱读的第2段圣经讲。伊就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讲，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3日对这人告我，恁佫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耶稣甲因解释，甲因印证伊告我，了后甲因差派一个命令。这甲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是同意思的，讲恁着去传悔改福音，传到万国安尼。恁就是我遮的代志的见证。我将我的爸所应允交代恁，就伫即个听候，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咱就知影讲，耶稣叫学生讲，恁先明白我告我到底什么代志，然后恁有受差派要去传福音做大使命，毋过毋通急，毋免赶，恁来听候，来领受即个属灵对天顶来的能力。伫即段经文，互咱看到2项真重要的关键。白白这学生，白白这人，耶稣告我，因还佫惊吓，未做伙，无法度人去决定要安怎做，因为已经3无长啊，毋知要安怎做。耶稣讲对因显现，证明伊是告我，这第一个，这大新约，大的改变。第2，讲开因的心窍，较早老师教的袂记的，不要紧，佫定来复习一下，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过来，甲因讲，恁毋通靠家己的血气啊，毋通靠家己的
我迄응用就对啦。请会记得爱听候对顶面来会开啦。啊，即个短短一段经文，拄啊好甲即50天耶稣所要爱做爱做的代志，做一个足安尼浓缩，啊，开做清楚的交代安尼。啊，事实，咱即个使徒行传吼，就是路加的下篇的对啦。路加写路加福音，佮写使徒行传。啊，所以随接落，路加继续讲提亚菲罗先生就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讲我所写的头一本册，就是咧讲路加。我已经甲耶稣所做的代志，对伊开始工作到上天日拢有讲起。路加咧讲即段话是咧表示讲，伊写互即个提奥菲罗先生讲的话，我已经甲路加拢写好啊，拢甲你讲了啊。即马我要甲你讲下一段。咱知影讲，有真侪古早时代的人为着要互迄本册搁较受重视吼，拢会提名讲要送互倒一位啊。啊，所以你若看讲啊，我写的普普啊，你嘛爱概念讲，我是要送互即个提奥菲罗先生吼，啊，恁着好好甲重视呢，毋通爱甲放的、甲拼的、甲单调呢。牧师伫少年时阵吼，捌去芝加哥进修啦。啊，迄阵吼，伫迄芝加哥大学附近吼，有一两间迄旧册啦。啊，足趣味，去遐说，去遐看。啊，变吼，有看到一本册，印象足深，真趣味。一本吼，比咱讲台顶即本吼较细小块，一本新约圣经，啊，真正是中文的，伫美国看到中文圣经啊，啊，真大本啊，印啊足水哦，啊，我就好奇甲掀起来，原来迄本圣经吼，是较早的迄个啊。比和合本搁较早期的，即个文理本的，就是较文言文的就对啦。但是吼，迄本圣经的封面有写即句话，写讲吼啊，阮即个欧洲也是美国的即个宣教师，专工甲即本圣经要来献互咱的即个慈禧太后安尼吼，伊讲献互慈禧太后。啊，表示讲，因万讲即本圣经，因为有挂名慈禧太后。恁知迄阵慈禧太后就是清朝末期的上权力的人啊。啊，所以大家遐官员嘛会讲，哇，咱这慈禧太后有一本册，我嘛来读看嘛咧。啊，这嘛是传统，因为一个角度就对啦，吼，一个角度。啊，当路加就是用这个意思表达，这提奥菲罗先生这本册要互你看，事实是要互你啊官员兄弟姊妹看。啊，耶！这段交代什么呢？伊讲有甲耶稣的代志讲了，啊，到上天拢有讲起。但是伊佫讲一段话，讲伊上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侪代志指示所竞选的使徒。伊受害了后，有真侪证据显明伊本身在活地，佫伫40日的中间有显明，互使徒看见，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路加佫甲2、3节圣经吼，啊来简单描述讲耶稣过活40日伫世间呢，奇妙恩典50天，用一个短简单的描述，互咱兄弟较紧掌握。你若讲我感觉听了无够吼，转去厝，甲4本福音书的尾仔章，佫使徒行传1、2章读一个。咱顶2礼拜，咱毋是咧受难周吗？咱受难周就是请兄弟做伙来查考耶稣开始受难迄礼拜的内底经战嘛。迄内容继续做哦。即马过我至50天，其实经战无济，好读，会当真好来掌握吼。对过我到圣神降临节，就是50日。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中间吼。关键的时期啦，关键的50天，标志什么呢？标志着当对耶稣战胜死亡、重返荣耀，最后找见圣神进入教会完整过程50日。
会当分几段，咱会搁较清楚。第一段就是耶稣告啊的显现，初期显现就是咱顶礼拜所学习到的，马达勒的玛利亚，搁以马五书的2个门徒，搁对10位门徒显现。当当时多马无伫咧，毋则会搁约翰福音记载讲，耶稣搁特别甲多马讲，讲你若有信就得到福气啊！蒙召伊安尼，这是第1日到40日。伫这40日中间显现，就是来坚固多马，因为8天了后，伊搁显示，互多马看，多马望伊的伤痕。搁伫约翰福音搁记载一个所在，就是伫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为着门徒准备早餐，而且3摆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无？重新来恢复彼得的呼召，这是这40天内底重要的几项事啦吼。最后讲是啥物？就是咱拄则也有读颁布大使命，伫马太伫拄仔咱读的路加福音，拢有讲起着伫加利利的山顶，耶稣要上天以前，吩咐门徒爱去做使徒，互万民来归信，来做伊的门徒。这40天。拢伫咱即几章的圣经在内底，咱加读几遍，互伊明白这个代志。然后伫第40天，耶稣上天。40天耶稣上天，耶稣带门徒去到耶路撒冷附近一个橄榄山，大概是伯大尼附近无偌远。伫上天迄个时阵，伊有做啥物代志咧？伊有做最后的应允。应允啥物上重要？就是讲，你看我上天。要看我安怎来？搁来是讲应允圣神要降临，要互门徒得到能力，就拄则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即个路加福音的后壁段，讲恁爱听候啦，听候即个顶面来开力啦，毋通家己照家己的想法安尼做来做去，拢加了工的，这是最后应允。搁来有上天，圣经记载讲耶稣伫伊的面前就是被接上天，有一个云彩甲伊接去安尼。然后有天使伫遐来有言，天使伫遐宣告讲：，即个离开恁被接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怎上天，也要看见伊安怎来，好，安尼咱讲50天，这是若是40天，40天耶稣上天，搁来呢，耶稣搁有10天的时间门徒安心听候。明领袖对天顶来圣神。用10天的时间，这门徒祈祷、听候、备办，毋是懵懵懂懂，因为因还搁咧修复的中间嘛，因还搁咧复原的中间啦，伊搁重新确定因的信心的时间嘛，所以有10天的天候啦，就40天到50天，这段时间是有备甲当心的时期。圣经有记载讲，伫马可楼的顶面的祈祷，马可楼的祈祷，有120人伫耶路撒冷一个楼房内底同心合意切切的祈祷，所以是为何咱有真侪教会因设立的祈祷房拢叫做马可楼。特别若讲有关楼的所在佫号做马可楼真安尼真下这个称呼啦，因为这是要比较亲像当时门徒因安尼无冲动因知影耶稣交代。确实都爱遵守，所以伫10天的中间安静祈祷、灵修、陪伴，来修复因甲主耶稣共伫做工的时阵，伫做学生的时阵所领受到侪教示，等于重新沉淀、重新复习、重新补课，然后伫这个代志中间有一件事，咱嘛有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因补选使徒咱知影讲到犹大陪伴耶稣到最后伊去死于非命嘛，去死去减一个门徒就减一个所以因就门徒伫彼得带领下面选出马提亚来补犹大留落来的欠缺安尼。然后伫圣神降临节第50天。五旬节就是安尼来，50伫五旬节英文叫做 Pentecost，就是甲
类似足亲像希腊文的即个字啦。啊，即个 Pentecost 就是50的意思，50。啊，咱嘛有知影讲，伫遮基督教的教派中间，有人改一个教派叫做五旬节派。吼，五旬节派就是讲真注重圣神，啊，就是讲即个圣神降临。啊，圣神降临就是咱后壁面吼，使徒行传迄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圣神降临了，门徒大改变。啊，所以兄弟姊妹，这50天看起来是短短啊无2个月吼，啊不过却是基督教历史上大。若讲翻天覆地啦吼，啊大改变。啊，这大改变，咱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甲启示吼？咱知影讲这五旬节，原来伫犹太历的中间就有啊，伊是咧庆祝修成啦，叫做七节吼，749天嘛，啊第50天，啊即摆来加上耶稣过活第50天，啊然后圣神降临，啊拄好甲进前的修成节，啊搁新的即个节期耶稣的圣神降临吼，初见圣神降临，啊两个合做伙，所以这五旬节就伫新的新约的历史内底放伫内底。所以对搬过节耶稣受难甲过活的背景，的第2日算起，经过7个安息日啦吼，啊第50天叫做五旬节。啊，所以这变做一个象征，叫做得救，亲像出埃及甲过活、旧约甲新约的比较，佮有得到生命的能力。摩西颁布律法，佮后来圣神降临，有2个对照，吼，这有真奇妙的对照，旧约啊甲新约的对照安尼。啊，所以这段时间的时间轴吼，会当显示讲上帝一个真奇妙的计划啦，对过活的证据到9天的主权。最后是圣神带来能力，啊，这50天叫做奇妙恩典，奇异恩典。啊，当这个书内底，咱过来会当搁复习，咱简单提起到，就是第50天有圣神的充满，讲门徒聚集的时阵有声，亲像大风吹过，指头亲像火降临伊的头壳顶，这是咱。过来要纪念圣神降临节的这个一个影像，一个形象。第2就是讲因讲方言啦，甲见证，门徒受感讲各国的方言，宣扬上帝大作为。过来就是教会诞生，因为迄天彼得受圣神感动，伫众人的面前，伫耶路撒冷大宣讲讲道，当日讲有3000人受洗，教会。对遮开始诞生啊！兄弟姊妹，咱诶复习者就是讲，互咱小可了解耶稣过活啊，到圣神降临这50天，耶稣做奇妙的事。咱家起来伫今年啦吼，咱用迄个时间、迄个节期的即个时间轴，咱甲看，配合咱今年的日子，就安尼安排。第一，4月初5顶礼拜耶稣过活，吼4月初5用咱今年的日子。那第1天到第40天，就是4月初5到5月13，就是耶稣拄则咱讲遮显现了后的教导，显现互学生看，显互遮个门徒甲因教导，甲因医治。啊，伫第40天，若照今年的节期来讲，是5月14。一般伫西方的教会较有咧注意啦，就是讲伫拜四，拜四就是耶稣升天日。耶稣升天日，吼因为照时间算，因为用礼拜日做过活节嘛，40天一定是礼拜四嘛，才好算。只是逐年无共款安尼尔吼，伫5月14就是耶稣上天的日。过来40到50，5月14到2月5月24，这10日的，就是门徒咧听候的时刻。咱伫今年5月24，就是要欢迎圣神降临节。咱伫迄天。伫遮，咱要举行圣餐，过来纪念耶稣的救赎。上是咱台南的第1小区啦，咱台南正教会吼，嘛已经决定啊，讲迄下晡嘛要来咱教会做伙来做圣神降临节的感恩礼拜。这嘛真欢喜，因为咱教会拄啊50周年，所以50天甲50年真有意思，真美好的连结吼。兄弟姊妹，
这个奇妙恩典50天吼，要搁进一步，搁来小可想一下。这个50天到50年，对咱富强教会才是真奇妙的印证啦。咱会当用这中间这50天2个事件，来较有印象的事件，搁来印证这50天上帝最后所奇妙的教示甲指导吼。第一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拄则咱有读讲路加福音，咱今日读的这段就是这个故事后壁所写接的。以马忤斯的路上的学生，讲对目睭蒙蒙雾雾，到心内火热啦吼。这段故事咱会当家己做复习哦吼。伫马路加福音这段24章13到25节有20几节的圣经吼。是安那会有即款的改变？咱来看，第一，讲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教导，讲说明了什么？上帝话加上甲主同坐道，来赶散这个学生迄盲目，就是讲安尼沙无长，一个异地的约。耶稣用陪伴，用上帝话来互学生明白伊的教法，所以。头一个是2个学生吼，蓝色的字是写经节啦吼。讲2个人的面容面带羞容讲阮所来所望要救赎伊，即个百姓就是伊。伊啥拢无讲阮咧期待即个主哪会去互顶是一个，讲真迷茫真哀伤啦。因有正确的资讯哦，因为听到俘虏报告意思讲。就听到耶稣讲话，伊有听到安尼，毋过啥拢无，所以毋则会讲无确实的信心，佫含落伫较早耶稣受死迄款艰苦，佫袂出来，就是伫以马忤斯这条路，这2个学生的一个实际写照啦。但是呢，耶稣先背叛因拢袂认出伊啦，所以圣经的启示是。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经上所指家己的话，拢甲因讲解明白。耶稣无接受背叛因讲，古早迄个行路吼，安尼无其他的疑量啦，就安尼慢慢行，慢慢行，可能双骹，所以上好通讲话就对啦，上好通对话。耶稣讲对摩西甲众先知拢讲互听哦。耶稣无讲显形大神者。伊大声用旧约的语言，这话语来建立这个根基。到最后，直到伫一个庄社，因较大一个所在，那些个字讲到咧坐道的时，耶稣摕饼祝谢擘开互因，这就是圣餐的动作伫团契甲擘饼中间，对理性的认知转化做属灵的看见。耶稣无安尼足接受讲，恁2个哪会遐笨饭桶的遐戆我一明伫你身躯边拢啥拢无，伊就是安静，照伊的过程一个一个甲伊点开，甲伊点看，到最后学生讲看到饼，摕到饼，目睭就开所以学生改变了，所以因就安那行动的转向。圣经记载讲，因就立刻起身，倒转去到耶路撒冷。过来。就是咱煞接拄则读的圣经，因原来是逃避要去以马忤斯，的确有啥物原因嘛？离开耶路撒冷毋知去遐要创啥，反正就是闪开迄个是非地啦。若毋多去互杀掉就麻烦闪开，搁咧忧伤，搁咧烦恼，搁咧犹豫，耶稣用这个方法甲因转回转来。原来是逃避，变做见证。因阁倒转来学生自习的所在，这是其中一件耶稣学生修复的一个过程。搁另外一段更较出名，就是咱知影彼得。彼得的修复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彼得对3摆好认毋认主，到3摆受托。哇，这嘛是另外一段，嘛是咧食物件呢。所以耶稣用食物件。来传福音，来教导，迄是足重要。所以食物毋是粗俗的
食物有时是一个真奇妙的时刻。人若枵吼，真侪资讯就会发生啊。人若枵，有时真侪资讯就会走入来。讲这是一场伫海边用火炭的边啊，一真标准的议题啦。耶稣的收获是啥物？先互学生食饱，然后再医治因的心。兄弟姊妹，你会记得无？咱教会定咧办迄个福音餐会啦、福音茶会，迄毋是安尼乌白开钱、乌白压咧，毋是咧。先饱肚饱足，心就开啊。耶稣先甲学生做伙食饭，然后医治因的心。耶稣无责备彼得，讲迄暝是安怎逃走的，是甲伊问讲：你阁有听我无？无有责备的话哦。即甲咱讲服侍主的动机，毋是吼啊，我无啥物见识，我逐项拢做啊足好的，毋是啦，是你有听主无？吼，你感觉我逐项拢做啊足基本的、足应该的，拢无欠点，这毋是你基本的态度，是你有听主较要紧。啊，即3摆咱内容足详细，牧师简单讲过。第一摆，耶稣问讲：你听我比这个较亲嘛？这就是要破碎彼得以往家己的骄傲。较早彼得拢话大声的讲，众人离开你，我嘛无爱离开你，安尼吼，拢行头拔的就对啦。但是呢，伊要医治，要互迄个骄傲的彼得真正受医治，所以伊甲伊讲：你饲我的羊啊！第二摆，搁一遍问讲：你有听我无？彼得无搁再挖靠家己血气的冲动，是谦卑承认家己的软弱。所以耶稣讲：你来饲我的羊啊！第3摆搁问讲：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第3摆问吼，伊就忧愁起来啊，彻底面对迄摆3摆毋认主迄种的创伤啊。较早安怎毋认主？耶稣讲袂要紧，我搁一遍遍甲你医治。你有听主无？你有听我无？你饲用我的羊。耶稣伫国外了后，伊治的模式，有2个赞处吼，有2个赞处。对门徒医治有2个赞处，拄则咱所讲的吼，这个书内底会当有一个经历就对啦吼。这2件事件也常常是咱基督徒上容易拄到的，迄个低潮。咱拄到的人伫属灵的顶面，也是服侍顶面拄到的软弱。第一，咱毋知影上帝的工作。以马忤斯的路上，2个学生啥拢无，咱的主毋知爱我做啥货。你有时伫咱教会服侍中间，你讲啊做这是有用哦，无效，敢有路用？吼啊加做的是毋是？无明白也上帝的意思嘛？好调毋知影上帝的意思。第二种是，你有捌失败，有捌跌倒，你是毋是有定心爬起来？面对家己失败过，迄个过不去，你行袂出来。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医治彼得。以马忤斯是伫理智的层面啦，伊透过解释圣经，解决因对受苦弥赛亚迄神学上的困难，因为因一直咧期待是一个英雄来拯救因，但是受苦弥赛亚因拢毋捌。耶稣用圣经的话甲因解释，然后伫生活的顶面，就是帮互遮的学生伫海边掠鱼的时阵，供应所欠缺。圣经有记载讲153尾大鱼啦。有人就用这个圣经来解释讲，这153有特别的意思哦，迄数字有意思哦，是代表世间万民的意思吼。是证明讲耶稣有关关心伫遮门徒基本的生活，然后甲是一个灵魂的层面，耶稣甲学生的彼得的对话，海边的对话，透过听的回应，将迄个罪的感觉感化做承担的能力。兄弟姊妹，真侪人吼对耶稣故事故事可能会真清楚，但是有人捌反问啦，就是讲一个诘问，讲学生看到耶稣故事，我也无看到啊。你要证明讲耶稣故事，迄拢嘛恁讲的。包括当时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故事了后，有遐个希律王因迄群人讲哎呀，惨啊，耶稣无看到啊。因就编一个谎言呢，讲迄是门徒甲偷走的。
为着要证明耶稣讲的话是真，超工去甲迄个石头割开，甲耶稣逃走，才证明讲伊救我。这个嘛是真侪故事，拢伫迄个所在来印证。但迄天我有看到一个回应，感觉真有意思啦吼。伊讲，这50天到底有啥物变化呢？那照当时讲来讲，耶稣讲我是谎言，是学生家己编呢？伊咧反问啦，反问讲，咱来甲想吼，学生当时耶稣互人掠去顶是给走了啊，感觉惊啊要啥嘛？哪有法度人讲一直见证耶稣告我，佫为着即个告我来见证？迄个见证毋是讲徛伫遮，像牧师徛伫遮吹冷气讲互恁听尔呢？见证的时阵就是违反罗马的法律啦，就是违背当时的大祭司的要掠人的迄个命令啊，是有性命危险的，所以受掠受抬，然后解散。这反问的意思是讲，好啦，准讲耶稣告我是假的吼。这学生敢真正戆戆啊，讲都代志发生了啊，闪就闪啊，啥佫敢出来见证，然后甘愿为着这个见证来死。死毋是干那迄阵看到耶稣告我迄阵学生哦，是历历代代，一直到罗马承认耶稣是救主，是承认基督教，用300当去啊。一个谎言会当影响一群人300当的遐学生，一直为着这事，甘愿去传福音、见证、牺牲。像这位，伊讲用逻辑来想吼，世间无一个谎言会当影响300当，这学生犹原继续为着这样代志咧见证咧拍拼。唯一就是这个是事实。然后这50天，伫这50天，耶稣整个改变这个学生，所以咱嘛看见有真侪迄个短片咧记载讲，这12个学生吼，大部分拢是为主顺道啦。彼得啦，本来的学生吼，而且是倒顶是一个啦，正本的圣经无记载，伫别种的经典有写。彼得讲：哎呀，我袂堪吃啦，我3摆毋认主吼，甲耶稣顶是一个，我哪有迄个？无迄个资格啦，请你甲我倒定，倒掉就对啦，来定死。本来的学生是安尼，兄弟姊妹，50天改变历史。我要最后要讲的是讲，兄弟姊妹，咱富强教会是50天呢。50天，咱行至50许年，咱是毋是甲这50天延伸到第50天？50天，50天。上帝伫学生的顶面做奇妙的工，咱回顾这50年，敢毋是上帝也伫咱身上，甲迄个国外大官员甲开力，伫咱这50天内底奇妙的运作，所以咱来纪念，咱来孝念，咱来庆祝，咱来学乐，咱来做见证。毋茫50天奇妙的作为，成做咱50天感恩的记号，这是咱。今仔日咱拄好庆祝50许年，一个真奇妙的对照，50天到50天，愿主将这个奇妙恩典50天，成做咱奇妙的记号来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要来吟一首奇妙恩典，咱真熟的圣诗吼，奇妙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吟